阮的天父上帝，阮要衷心感谢俄罗，你的恩典甲疼痛，你的伟大甲荣光，你是全知、全能、独一的神。阮体会你的奥妙甲安排，使世间互见啊信伊的人无得灭无，反倒等得到永生。伫即个圣的主日，阮感谢你临在伫阮的中间。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来朝见你，来献感恩的祭，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服侍你，愿阮的主上帝欢喜甘乐。阮今仔日也通通过大声牧师所要互阮的信息，互阮去晓悟。我嘛恳求你赐福伫阮所住的台湾，伫即次疫情中间，互世界看到即个所在。求你帮赞阮所要爱的正名运动，甲加入联合国，逐种的世界组织中间，伫拍拼中间，求你帮助阮来达成。阮嘛伫顶个主日所召开的2020年的临时和会中间，阮的会中有顺利来选出下任10位的长老。阮也要伫未来10月份，要选出阮的新的执事，互阮的即个所在，通同心来建立即间互你名所设立的教会，神的共同体，疼的大家庭，互囝仔来到即个所在，兄弟姊妹，通得到你的慈悲怜悯，互阮会晓互相帮赞，互相扶持。互相建立，互大家拢当得到温馨的关怀，甲造就的福气。阮也带来阮的喜怒甲哀乐，甚至阮的不平，甚至阮的不安，甚至阮会友中间，甲阮本身的病痛，甲阮的挂虑，主啊，你拢知。求你照阮每一个人的需要赐福互阮，甚至说互阮有智慧、甲勇气、甲气力，帮助阮全力来信靠你。安尼祈祷，我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由家庭诗班，因所带的是我做的基督平等。
这是咱三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5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0节。第1节，正抽象的，得甲歹，正抽象甲歹人，得就近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校士也有拗念，这个歹人煞甲因食。耶稣说这个比喻对因讲：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死了一只，兼无过放99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啊，到得着吗？已经找着，就欢喜陪伊伫镜头顶到厝，就聚集伊的朋友厝边，甲因讲，着到欢喜，因为所失的羊我已经找着。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日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的，得较欢喜。第8节，也是甚物妇人人有10个囡仔，若失了一个，减无点灯扫厝，群找到着吗？已经找着，就聚集伊的朋友厝边，讲着到我欢喜，因为所失的囡仔我已经找着。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上帝天使的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愿上帝锁伫伊家己的话。今仔日大声牧师所带来互咱的是失落甲找转。所敬听本堂老牧师以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受教托伫咱的中间，甲咱来报告圣经学院的近况，以及圣经学院伫事工发展的需要，唤起咱兄弟姊妹共同来关心伫上帝的名所设立的圣经学院。圣经学院今年所面对上界大的冲击，应该就是这个新型的肺炎的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圣经学院目前无学生，所以圣经学院最主要收入的来源就是通过教会各机构伫圣经学院所举办灵修的活动、造就的活动、信徒训练的活动。因为这个新型的肺炎的疫情，致到圣经学院今年上半年所有既定安排的活动拢取消。原本定着的这活动应该差不多有400多万的收入拢无去。但是呢，圣经学院维持这个设备人事的运作的支出拢无改变，所以伫顶半年至少就有400多万的这个短缺的这个收入，佮加上圣经学院的内面真侪硬体拢伫咧征收，包括游泳池，包括这个综合的休闲这个运动中心这拢是真需要开大钱来设备的。当然，圣经学院因为无学生，目前咧做的事工，包括传教者的造就训练，信徒的造就训练，教会同工的造就训练，也配合各机构的遮的灵修的活动、训练的活动伫咧举办。总是圣经学院也真积极伫咧筹备要恢复招生，所以相关的设备拢爱做整理，也爱做规划。未来要恢复招生的时阵，爱面对种种的挑战。所以这些事拢需要咱兄弟姊妹关心带倒，也照着上帝所让互咱信心的大势，咱用奉献来支持帮赞这个上帝的名所设立的圣经学院。咱的教会的中间，真做咱的肢体，真做咱教会的祝福甲帮助，利益伫教会，利益伫上帝国，人才的培养。以上这个事，甲咱大家来分享，希望咱伫祈祷的中间，纪念圣经学院所推动逐件好的事工，
也照着上帝所赏赐的，伫咱的信心的大势用着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甲帮赞。伫我未分享的大声，咱同心一个头来祈祷。恩典的主，疼痛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因为对伫你极大的恩典，经选阮众人诚做你受恩的囝儿，有即个福分，伫即个美好清早的时，进入你的殿院来朝见你，来敬拜服侍你。通过亲近你，阮通领受对你遐来新的快乐；通过领受你的话，诚做阮的帮赞。搁伫你的厅内面，阮彼此结连甲交陪，享受你本性一切丰盛，也伫阮彼此的交陪结连的关系的中间，体验你真实的临在。主，阮为着这个你所赏赐阮一切恩典，献上感恩。特别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临到世间，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赎回阮。这顶的好的恩典，搁较是诚做阮内在的动力，推动阮会通持续来跑走你为阮所安排的道路。当伫你施恩的造前，当阮同心自责的时，求你的神运行，掌管阮的心思、阮的念头，阮心思意念专一，无看环境，无看家己，无看别人，独独自神来仰望你。通过甲主你亲密的交陪，伫你的话语来领受快乐甲帮赞。主，愿你将你活命的话赏赐阮，互你的话语所发出的亮光，照光阮的内心，也照光阮所着行的道路。阮通听顺谈来遵行，尽阮的快乐来行，活出合伫你心意的款式，建立合伫你心意的生命共同体，互教会通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见证伫世间人的面前。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摆咧交托，愿主你亲身来引带甲掌管。祈祷恳求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下一页。今仔早起，咱三工领受这段圣经节，耶稣对军队伊的人有讲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所讲的，拢是关系到失落甲找着。所以今仔早起，我就用失落甲找着做题目，甲咱三工来分享思考这段圣经节。伫这两个比喻的中间，咱看见耶稣所描写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角，拢开启极其大的精神甲快乐，将伊原本失落的来找倒转来。也当迄个原本已经失落的找到的时，因也拢邀请因所属的整个的社群、厝边隔壁朋友，拢三甲来做伙来欢喜快乐。耶稣用这两个故事做比喻，所要表达的就是，当一个罪人悔改，伫天顶也要有亲像安尼盛大满盈的欢喜甲快乐。确实，当咱读这个故事，相信大家拢会当认同，伫大圆满的结局的中间，欢喜快乐是上界正常的反应。这个故事，咱看见一个各样的，将伊所牧养的一大群羊群下地，放伫旷野，去敲找失落的迄一只。也甚至咱咧读这个故事的时阵，耶稣无甲咱讲，迄一大群留伫旷野的羊，是毋是有吩咐别人替伊看顾、替伊顾守？还没有，另外，这个妇人人，伊将规间厝用要甲伊平连转，连上界细的角落也拢无放过，干那为着要将伊所看重的迄个云找倒转来。当然，咱爱知伫当时迄种的文化甲时空的背景下面，这个云真有可能就是伊的嫁妆。所以，对这个妇人人来讲，这个云毋仅是会通摕来开的钱呐，定。这个云对伊来讲有无法度通代替的价值，
有纪念性的意义，是以看做上界珍贵的宝贝。也当迄只失落的羊找到的时，当迄个失落的云找到的时，毋领失落的迄个人本身，伫整个的社群的中间，伫整个的东盘的机体的中间，拢有满溢的欢喜甲快乐。所以通过这个故事，上帝对咱咧启示伊家己。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超找失落的上帝，也当伊找到，伊为着所找到的来欢喜甲快乐。也我相信，当咱人流浪失迷，上帝为咱召集，迄种的召集，比咱要出门的时找无手机啊，或者是找无车的锁匙，迄种的召集，搁较强烈，也搁较深刻。也当伊找到，迄种的欢喜，也远远超过咱所会通想象的欢喜。就是讲到这，可能大家会想讲，这个故事安尼就讲煞，也敢也阁有别项，敢也阁有其他的。这个故事毋也是安尼，对咱领受这段圣经册的人来讲，这个故事也有另外一个咱爱进一步去思考的，就是线接。当迄个失落的羊找倒转来了后，当迄个失落的云找到了后，线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咱要问，到底耶稣讲这个故事，干他要表达上帝找到失落的人迄种的欢喜，安尼若对吗？兼也阁有其他要甲咱讲的，兼也有其他属灵的教示要对咱来显明。搁一摆来想，伫即个故事的中间，耶稣有提起有一只失迷的羊，以及有99只无有失迷的羊。耶稣也提起有一个悔改的罪人，以及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当我讲到这的时阵，咱毋知有听出倒位怪怪无？咱来知影，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两个比喻的原因？伫这段圣经在一开始有甲咱讲，耶稣会讲这两个比喻，就是因为有罪人、有歹人、有抽象的，我群耶稣要听伊讲道理，无拍算这款的行动引起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议论。所以，咱详细来想看嘛呢？咱若详细来想，咱就无学得来发现，耶稣咧讲这个故事，甲咱现实生活的状况无符合。耶稣咧讲的，有一只失迷的羊，有99只无失迷的羊；有一个需要悔改的义人，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总是事实上，伫咱实际的生活的中间，无存在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事实上，圣经伫罗马人书第3章第10节，甲咱讲甲真清楚，无有义人，连一个嘛无。所以换一句来讲，耶稣讲这个故事，毋是要爱咱照着这个故事去分别，什么人是需要悔改的罪人，什么人是无需要悔改的义人。耶稣讲这个故事，最主要要刺激咱所有听的人去自我反省，到底咱怎样看待咱家己？咱是毋是通通过圣经的话语的亮光来看清楚咱家己生命的真相？咱是毋是真清楚了解到咱家己伫上帝面前无啥物通夸口？咱拢是需要悔改的罪人，咱拢需要上帝照着耶稣基督所施的救赎的恩典。总是无论是耶稣所处的时代，或者是咱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咱拢会发现有同款的情形。咱会发现有一寡人，伊知影家己需要悔改，但是咱会发现伫教会中间也有缘有一寡人完全毋知影家己有悔改的需要。所以将这款的观念放伫咱的心内，搁一摆重新来看今仔日这段圣经，咱会发现，咱家己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咱就是迄只失迷的羊；但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咱可能是伫旷野迄一大群99只迄一群，咱掠做
咱家己无失败，咱无需要回转，因为咱有一大群。你看咱一群遐大群，总无一大群拢失败吧？常常咱会用安尼来安慰咱家己，所以咱会抓做我是迄大群的，所以我无失败，我无需要回转，我毋免悔改。咱真有可能是迄个失落的群。也真有可能，咱是其他迄9个也落伫钱袋仔内面，掠做家己真安全，放伫袋仔内面，咱毋知影咱家己已经失落的群。所以上，我要讲的是，群体的失落，群体的迷失，往往真容易带互咱虚假的安全感，掠做咱家己无有迷失。下一页。所以今仔日这段圣经，咱咱看到2种人。这2种人也有2种的行为模式。这2种人、2种的行为模式的中间存在着真鲜明的对比。遐个互人称作是罪人的人，因伫当时的社会就是边缘人。遐个歹人、遐个抽象的，伫当时的社会拢是边缘人，互整个的社群所谴责、所排斥，甚至因无受接纳来进入伫会堂。所以，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因活伫自我的责备甲见笑的中间。因常常互人看做是罪人，因也家己感觉是罪人，因也家己感觉因无资格来进入会堂，因为因甲遐个圣洁的经学士、法利赛人未比得。所以，因就是活伫迄种的自我的责备甲见笑的中间。也即一群人，咱看见因对伫耶稣的态度。因尽因的气力，因尽力想要挖滚耶稣，想要听耶稣讲道。另外一群人，就是经学士甲法利赛人，伫当时因伫百姓中间有真悬的地位，百姓拢真敬重，因为因知影圣经的财物，佮尽因的气力，将这个圣经的法度来遵守落实伫生活来实践。所以百姓中间对伫经学士、法利赛人，因拢非常的敬重。所以这群人因享受着互一般的百姓敬重的地位，同时咧，因也感觉到自满。总是咱看见因的态度，因对伫耶稣的态度，因选择甲耶稣保持距离，因袂为挖滚耶稣。因袂为亲像这个歹人、这个抽象的、这个互人排斥的边缘人去就近耶稣，因选择甲耶稣保持距离。毋但保持距离，甚至远远地看、地观察，用侪侪的议论言辞来攻击耶稣。遐个互人看做是罪人，也家己认为是罪人的人，因的性命因为接近耶稣。因得到改变的机会，因为因的态度、追求的态度，因互家己会通承受上帝稳定甲怜悯，因为着家己的性命留落空间，留落这个空间，通承受上帝稳定甲怜悯，就亲像杯啊空的，上帝就会通将稳定怜悯来灌伫因的内面。也遐个因为家己感觉因是好人。因是义人，因是圣洁的人，而且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因选择甲耶稣保持距离，因选择远远咧看，这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因为自满，因为底甲甜甜啊，所以因的性命无有留落任何的空间，直到上帝的稳定甲怜悯，甲因就无干涉。所以讲到这，咱就会通看到一个蕴含的可能性。就是讲，可能咱毋是这2个极端。拄则我讲2种人，一种是家己感觉是罪人，整个的社群也感觉因是罪人，所以因活伫自我责备甲见笑中间。另外一种呢，自义自满，因感觉因是圣洁的，整个社群也感觉因是圣洁的，对因非常的敬重。但是咱2个拢毋是咧，这个可能性就是在伫讲，如果咱对伫家己的罪过，咱无当作无看见，咱知影咱是罪人。虽然咱拢知影咱是罪人，但是咱会感觉讲，我也无害到迄款的程度，我也无歹到迄种的程度，直到
我亲像耶稣迄个时代会抽象的遐个歹人，互整个信仰的社群所排斥、所谴责。我也无将家己看甲遐尼歹，至到我会活伫自我的责备甲见笑的中间。对，我知影我是罪人，但是我是已经得到上帝恩典的罪人。所以，咱会伫迄种的可能性的中间，咱会看见咱家己。我可能是我知我是罪人。但是我也无认为我歹到迄款的程度，我互整个信仰的社群所排斥，我活伫自我的责备甲见笑的中间。那安尼，如果咱是这种人，咱要怎样来看待咱家己？我想要理清楚这个问题，咱来大声来排除两个错误的信仰的概念，就是我伫这个投影布幕顶间，互咱看到这两个错误的信仰的概念，咱来大声来排除。第一，咱来知影。伫基督信仰的中间所谓的悔改，毋是一世人一摆的关键性的事件。第二，就是咱必须爱明白，咱袂当用常规性的生活模式来取代对伫上帝旨意积极的顺服。可能我安尼讲，大家也无真了解，我进一步来解说。当咱掠做悔改是一世人一摆关键性的事件的时阵，通常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讲，我都已经悔改过啊，我都已经蒙恩得救啊，所以咧，我毋免阁悔改啊。如果你若安尼想，我都已经悔改过啊，悔改一世人一摆就好啊，一摆得救，永远得救，我已经悔改过啊，所以我毋免阁再悔改。如果咱安尼想，咱就会互家己变做迄只迷失的羊。第二个错误的观念讲。咱掠做伫信仰上，伫信仰的体制内常规性的生活的模式，就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常常会出现一个情形，我拢有照时间来做礼拜呢，月定的奉献、感恩的奉献，我拢做有够呢。该服侍的我也无推辞，该参与的活动我拢有参与呢。所以呢，我就是迄个伫迄群内面的人，我也无需要搁再悔改。如果咱掠做伫信仰体制内常规性的生活模式，这个既定的生活，这个既定的活动，咱拢有做有够，就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那安尼，咱就无法度通避免，咱会成做迄个迷失的羊。我安尼讲，就是讲，咱需要不断来悔改。就算咱悔改一世人一摆，关键性的时刻。伫受洗礼的时阵，咱承认是罪人，咱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咱常常伫生活中间，咱来不断来反省咱的所讲、所行、所做、所想，不断伫上帝面前来悔改，并且咱袂当用常规性信仰生活的活动，照时做礼拜，照时奉献，照时参加教会的活动，参与伫服侍，咱就掠做这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更较重要。伫咱所扮演的角色，伫咱无论去到伫什么款的所在，咱来积极来敲吹，要怎样互上帝的旨意通过咱的顺服来得到成全。这种积极的态度，毋是常规性的生活模式会通取代的。所以，咱来知上帝就亲像迄个羔羊的，伊无计较任何的代价，盘山过岭，为着要敲吹迄只失迷的羊倒转。上帝也亲像迄个妇人人，亲像是电光起效一般样，将伊的厝平认倒，为着要将伊所看重、所珍惜迄个云，甲伊找倒转啊！这种的事件，就是伫咱每一个伫上帝的名、伫上帝的恩典的内面的百姓，伫咱的生活甲生命中间，不断地发生这款的情形。上帝亲像这个羔羊的，不断地敲找咱。上帝亲像迄个妇人人，不断要甲咱找倒转来，这是不断伫咱生活中间咧发生的。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换新，上帝的慈爱大甲互咱供应，咱无法度阻挡这款的情形一再来发生。所以，咱唯一会通做的，就是咱互悔改，成做属灵生活中间常态性的操练，就是咱不断去敲吹、去思考。咱有啥物行无好的？咱有啥物做了无够的？咱有啥物想了差错的？咱常常用上帝的话自我反省、自我修正。
咱需要不断来悔改，咱需要用积极的态度，不断来敲碎上帝的旨意，互咱伫日常生活中间，知影要怎样用咱的生活、性命、行做来成全上帝的旨意。咱需要不断去面对、去挑战咱旧属伫家己旧的血气、旧的性情。咱需要不断去敲碎积极性来顺探上帝的旨意。下一页，讲到这，可能会互咱感觉真丧志啊！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不断需要悔改，咱需要不断来悔改。这种话听起来，敢若互人感觉真沉重，敢若一直爱逼咱去面对家己的失败，家己的无够格。家己做无够的所在，敢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不断去面对家己过去的失败甲不堪。若是安尼，咱真可能会烦恼时间若久长。咱久长伫这款信仰的社群中间生活，咱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价值低落的窘境。咱会感觉啊，我是一个不堪的人，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足害的人。当咱常常不断需要悔改的时阵，真有可能，咱会面对自我价值低落的窘境。咱可能会变甲真无自信，咱可能会变甲真厌恶家己，看家己真厌恶。但是这毋是圣经的教师所要甲咱讲的，所以我要搁一摆甲咱提醒：对，咱拢是罪人，咱需要悔改，但是。虽然咱拢是罪人，但是咱毋是时时刻刻拢伫咧犯罪。耶稣是上我要强调伫基督信仰中间所有的悔改，伊上界重要的目的，不在伫否定过去。基督教信仰所有的悔改，上界主要的目的在伫肯定未来。所有的悔改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转向。为什么要转向？是为着要调往一个更较好的未来啊！是为着要往着迄个更较好、更较美善的未来来出发。所以咱看见行事的约翰也好，耶稣也好，伫起头宣扬上帝国福音的时阵，因头一句话讲啥物？讲上帝的国君啊！所以恁着悔改来信福音。悔改是为着啥物？悔改就是为着要陪伴赢至迄个至美至善的上帝国，是为着要调往迄个上帝国来出发，所以咱就爱悔改，咱就爱转向。所以悔改重要的意义不在伫否定过去，否定咱家己，是在伫肯定未来。咱要往着一个更较美善的未来来出发。所以，亲爱的姊妹。当悔改成做一咱信仰生活中间的习惯，咱就无得到互过去的罪恶甲失败所捆绑。相时，咱也无得到互家己掠做义、错误的思维所压迫。悔改，互咱会通对咱的上帝恩典来保持心门的拍开，互咱对伫上帝恩典保持心门的拍开。互咱的心留落空间来承受上帝每一日换新、每一日享受新的恩典甲怜悯。悔改应带咱调往一个更较美善的愿景来出发。所以对着悔改上界基本的操练，就是咱会通读主教士学生的祈祷文讲：赦免阮的辜负，因为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你亲爱的姊妹，悔改毋是干那咱甲上帝关系的恢复，悔改也是肢体关系的恢复。伫基督的信仰的内面，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拢是合做伙。回想伫创世纪的记载，人类一个犯罪第一个反应，看见家己的身躯，感觉见笑。这个身躯就是上帝照伊阳光美好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人犯罪第一个反应厌恶家己，第二，人甲人的关系破坏。原本上帝创造一个匹配要帮助伊，但是成做推卸责任的对象。所以人甲上帝关系破坏了，人甲家己的关系，人甲自我的关系破坏，人厌恶家己，看家己
当作见效，然后人甲人的关系破坏，然后呢，人甲整个受造界的关系破坏。官老满面才通得到饱，你种做地无搁再为着你来效力。即款的情形下面，咱看见关系拢是甲做伙，人甲上帝关系表现伫人甲家己、人甲别人、人甲整个自然界的关系。所以，当咱咧悔改的时阵，咱毋俩要悔，咱毋俩要甲咱的上帝搁好，咱毋俩要甲咱的上帝恢复关系。当咱甲上帝恢复关系，上时咱也会通接纳咱家己，咱会通起做好的具体关系，咱会通善好好来照顾管理上帝所托咱管理的这个自然界。所以悔改上介好的操练，就是咱知咱拢需要上帝的怜悯，并且呢，咱也需要彼此的包容，咱需要彼此的赦免。因为伫基督信仰内面，咱拢是一体。基督的信仰是群体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爱咱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当咱安尼祈祷的时阵，咱就承认咱是这个群体中间的一员，因为咱是用阮，毋是用我伫天里的爸。基督信仰是群体性的，咱伫基督内面拢是一体。所以，咱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就代表咱需要恢复咱甲自我、咱甲别人、咱甲整个自然界的关系。所以，咱是需要上帝赦免，咱也需要三赦免、三宽容。伫主的听内面三结连，咱需要上帝恩典，咱也需要彼此饶恕。悔改毋仅帮助咱甲上帝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帮助咱建立健全的信仰的社群，就是属耶稣基督生命的共同体。咱毋免搁再家己掠做义，将别人排除在外。咱也无需要因为家己责备家己，家己感觉见笑来自我孤立。就亲像伫耶稣的时代，有两种的人：有人将家己掠甲真悬，因感觉因无需要别人的怜悯，无需要别人的赦免，因家己掠甲真悬，将别人排除在外。也有人认为家己是不配，家己是罪人见笑，所以因甚至连进入会堂都唔敢。总是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伫伊的听中间，帮助咱甲上帝更好，也帮助咱建立健全信仰的社群，属教会、属耶稣基督生命的共同体。咱唔免搁再家己自义，将别人排除在外；咱也唔免搁再因为自责见笑来自我孤立。伫基督教的真理中间存在着真多的逆理，英语讲 paradox， 咱讲悖论，在基督教真理当中存在许多的悖论，这是其中的一个。咱拢是迷失的羊，咱也是已经互主耶稣找到的羊。咱拢是失落的云，咱也拢是互主耶稣找到的云。在这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特质的中间，咱会通持续往着迄个更较美善的愿景来迈进。咱会通伫这款的矛盾的这种的紧张性的中间，咱会通超吹学习，互咱家己成做一个更较好的人。咱会通三甲做伙，甲信仰的群体，甲咱同属基督的兄弟姊妹，咱一同来打造一个更较美善的生命的共同体。咱会通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来体验上帝互人供应的稳定甲祝福。我深信，当咱安尼行，无论是咱本身，咱所生活的信仰的群体中间，甚至伫属天的角度，伫上帝天使的面前，拢要有盛大满盈的欢喜甲快乐，就亲像耶稣所描写的一般样。咱同心一下头来祈祷。主，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话来光照阮，伫你的话，伫你真理的亮光的中间，阮看见阮家己生命的真相，是何等的卑微、误会佮重罪。阮需要主你怜悯的恩，阮需要你救赎的权力。总是伫这款的亮光的下面，也指示阮跑走合你心意的道路。阮需要照着不断的悔改，
来起造阮甲你的关系。阮也需要借着不断彼此的包容甲饶恕，来起造生命共同体的关系。通过安尼，阮会通用积极性的态度，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来超出上帝旨意的成全。要怎样借着阮的顺服、行做、言行、思想，来行上帝你的旨意，来回应上帝你圣洁的呼召，互阮毋仅伫阮本身，也伫阮所属的社群，甚至伫属天的国度，伫上帝天使面前，拢有盛大满盈的欢喜。愿主你的欢喜充满伫阮众人的中间。愿主你话语的亮光，只是阮所着跑走的道路。为着今仔早起，阮所领受的，愿献上满满的感恩。祈祷恳求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的吟回应的诗歌，圣诗121首。上帝听从赢过一切，咱一个吟就好。这是咱三甲来奉献。
这是我的报告。咱来看小会公告第一点，本会已经伫顶主9月13召开2020年第2次的临时会员好会，会中苗顺利选出通过29届的长老的选举案。选举的结果，咱名称咱甲简略，有平安利、吴美央、陈丽娜、梁淑珍、刘英雄、周丽琴、戴志芬、彭耀文、洪朝倩、蔡胜嘉等10位来当选。第二大点，本会定伫做要来10月11甲10月10两个主日召开2020年第3次的临时会员好会，要选举2021到2024年的执事16位。当日的礼拜，第1堂甲第2堂合并，伫上午9点开始，请提早到教会领取咱家己的名牌，并带着咱的身躯来入座。临时会员好会礼拜无提供网络直播，咱会员的名单已经公告伫后壁公布栏后壁面身，若有漏去还是错误的，请向小会员提出保证。好会当日袂当出席的会员，请提前甲各区的区长来告知。第3大点就是执事候选的名单，排名顺序吼是现任的大省吼，甲按照咱姓的笔画做顺序，有李书奇、黄金瑶、高伟哲、陈玉娜、黄桂香、许华文、张志峰、杨倩玲、蔡快欣、戴丽文、王静文、吴秀云、李雅丽、柯维凯、庄少瑜、杨美惠、杨培妍、蔡碧珠、甲卢伟忠、苏荣顺等20位选出16位。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咱的老炳义牧师吼，已经全家定9月初已经搬入教会，9月14起正式赴任，预定伫11月中举行就任大门巴克咱纪念教会第10任的牧师感恩礼拜，日期需要甲中会中委会协商后才决定。第2点，今仔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圣学院派咱大圣安牧师到本会讲道、请安甲报告，请会友兄弟为圣经学院的事工关心大道。第3大点，109年度第1学期的奖助学金申请到今仔日查止，有符合规定，会当干事来索取申请表，并附上顶学期的成绩单甲相关的资料来备查。第4大点，手政团要伫9月25暗时7点半伫练团室举行年会。第5大点，10到12月份的新安讲读经已经到啊吼，请有登记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具体交通，第1点甲第2点有2对新人伫昨昏拢当时伫昨昏结婚吼，有李昭庆甲郭怡彤，嘛有苏木煌甲阮佳琪，愿主祝福伫新的家庭。传奇消息的圣歌队即要来9月26暗时7点半，要大礼拜堂举行年会。要敬请老兵的牧师，到咱的顾问甲委员，感谢我就是郑明长老甲刘英雄长老会当拨时间来参加。告解消息，请咱着家己来过目。好，咱来看今仔日经部我读一解，了咱读2解，来同齐读2解。阮无递到密无，
是对耶和华才会自爱，因为伊的人民无恭敬。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夸大。耶利米哀歌3章22节到23节，好，咱同齐来读2解。阮无记到耶和华才会自爱，因为伊的人民无恭敬。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夸大。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好，咱搁一解。阮无抵到灭无，是对耶和华才会自爱，因为伊的人民无恭敬。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夸大。耶利米哀歌3章22节到23节。介绍请老牧师。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刷，互咱大家三甲踮伫遮敬拜上帝。今仔日咱搁一摆感谢罗牧师踮伫咱中间，所以请咱徛起来，咱用拍鼓来感谢伊所带来的信息。好，伫今仔日有新的人客来到伫咱中间，有志峰执事的厝边吼，柯志如医师，拄啊出去，他拄啊坐伫遐，好所以咱若看到，咱会当三拍招呼。以及阁有昨所结婚的新人吼，周庆甲仪彤，请因徛起来，互咱大家熟悉一下，咱恭喜因。因是离婚长老的孙仔，所以阁有伊的爸爸妈妈，新娘的爸爸妈妈嘛踮伫遮。咱甲伊特别甲伊恭喜，好，请坐。毋知咱中间阁有其他新来的兄弟姊妹无？讲老实话，上新的人应该是我，所以大家人互我看起来，敢若拢亲像是新的。尤其加上即马大家拢挂喙安，递到迄个判断迄个，我讲人脸辨识系统，即马搁较困难。所以。大概大家人拄着我的时阵，会当若是我记袂着你的名，请你甲我讲你叫啥物名，互我赶紧会记你。若是踮伫路里看着我想恁来认我会较简单。所以做伙来努力，期待我会当真紧来熟悉咱大家。好，多谢以上。好，咱来吟上咏390首，俄罗天顶主宰，咱起立来吟全首。因此，请罗牧师祝祷。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遮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好的重担，甲快快填破咱的罪，就用吞忍来照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就主神看耶稣，就是做咱新的源头甲请尾，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听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合之地，对这点到永世大无尽，阿门。